泰國年度盛事當然唔少得來卡東天燈節，而講到天燈節，梗係要親身飛到去清邁睇一睇啦。由吉隆坡飛去清邁只需要3個小時。今次同 GD 一齊合作，咁啊去到清邁呢個地方咧，參與第2日嘅天燈節。最正嘅地方就係一落機就有人接機啦，然後就可以去會場睇一睇。由機場去會場咧，只需要40分鐘車程左右。下晝4點零鐘就可以入會場，因為會場唔單止放天燈嘅，仲有其他嘅市集嘅。跟住個團一齊入，咁就好方便，唔需要盲中中。再加上個隊都排得比較短啊。好啦，入去有 spot check 嘅，啲打火機啊，仲有香煙咧就唔可以帶入會場嘅。不過對方會幫你收住嘅。成個會場都相當大噶，而且有個市集啊嘛，可以慢慢行一行、逛一逛、睇一睇、消費一下，都係手工藝品為主嘅。究竟成個會場係點樣嘅呢？結果飛一飛睇一睇，真係好緊要震撼啊！係一個八卦型嘅會場。嗱，見到呢個5顏6色嘅呢，就係放天燈嘅位置啦。大家會圍繞住中間嘅 pagoda， 咁啊，然後呢就會放天燈。當然呢個放天燈儀式呢，就係晚上嘅8點鐘先至開始嘅。不過見到呢一啲座位已經好興奮啦！放天燈嘅地方啦，呢度好勁啊！好啦，出邊咧就係呢個會場，有音樂聲嘅，然後呢邊咧就食嘢為主嘅。未開始放天燈之前，入到呢個會場，梗係逛下嘅市集啦。成個市集嘅範圍都係算大嘅，因為分2 part。第一 part 咧就係一啲藝術品為主嘅，咁呢邊咧就有好多當地嘅藝術家，咁啊手工藝品啦，同埋當地嘅一啲居民咧去做嘅一啲手工藝品啦，或者係餐飲啦、咖啡啦等等嘅。另外一個區域咧，我都相當得意嘅，因為你穿過咗呢一條橋之後，你就會見到嗰個區域係活動比較多嘅，例如話泰拳體驗啊、打下鼓啊，甚至乎參與下佢哋傳統嘅祈福嘅活動，我覺得都係相當唔錯嘅。好啦，話晒呢一個天燈節咧，都係祈福為主噶嘛，活動範圍相當大，再加上11月份嘅天氣比較涼爽少少，所以就算露天都係好舒服嘅。記得啦，廁所方面咧真係大排長龍，男仔幸福少少，女仔真係排幾耐嘅。話晒天燈水燈節，所以先放嘅水燈，晚上至放天燈。位置有分好多款，呢一款係超級 VIP 啊！好啦，講翻我自己咧就係 Standard John 嘅，每一種類型嘅門飛都係包咗一餐 buffet。我話2個人咧就攞咗啲嘢嘅，咁呢邊咧就係食 buffet 噶嘛，睇下咩地方係有得食。哇！嗰條隊緊要到，只要有嘢，仲有嘢食嘅地方依然咁貴。唔係，你好前面就係食嘢嘅空間，有嘢食好過冇嘢食啊！又啱喎，呢個係 OK 喎。老老實實啦，呢個buffet真係排好長隊啊！唔想排隊，簡單買 Premium Zone 咪得咯。7點零鐘係時候入場啦，入場啦！演唱會咁可以睇。會場外咧有一個好大嘅舞台，其實有 live band 嘅。好啦，記住啦，跟住自己嘅座位去入場嘅，就例如話 Standard John 咧都有分翻唔同顏色嘅，例如 Silver Color 啊、Pink Color 啊等等。咁啊，有工作人員話俾你知你要坐乜嘢位置，一人一個位，確實係相當舒服嘅。仲有個空間俾你企住嗰邊咧，開一陣放天燈嘅。準時8點鐘正式開 show。當然開 show 嘅時候咧，都係以傳統嘅一啲祈福活動作為一個主組啦。仲有就係有一啲表演啦，例如話跳下舞啊、民族嘅一啲助興節目啊等等嘅。最後就係話俾你知點樣放天燈啦。大家等佢示範之後，先至一齊放天燈，嗰種震撼真係不得了啊！確實係好靚嘅一個開始啦。放天燈嘅嗰一刻，煙花亦都燃起，所以再配埋個音樂，現場係極度感動噶。我嗰時嚟嘅時候咧，啲朋友都話啊，有啲朋友係去咗呢個天燈節咧，係會喊嘅，感動到有冇咁誇張？確實喺會場萬盞天燈一齊飛升上空嘅時候，個感覺係領先不一樣噶，照亮整個夜空嘅感覺確實係好靚啊！當然都有爭議性啦，究竟點樣可以回收翻啲天燈呢？第一，呢個 CAD 咧同泰國國家政府合作咗好多年噶啦，每一盞天燈係經過嚴格嘅一個規則啦，例如話佢嘅材料啊，仲有就係佢點燃嘅時間啊，可以飛去邊度可以回收翻啊！成個團隊係已經有晒經驗，可以收翻
翻99%噶啦，再加上同當地居民都有合作嘅，每一個居民喺附近噶啦嚇，執到天燈俾翻當局都會有3匹作為一個酬勞嘅。講真，呢一刻真係唔想講嘅，太靚啦！大成功，好靚啊，真係4個都成功升空啊 ！Yes， 係好厲害。OK，即係俾你4個字形容今日嘅狀況，嘆為觀止，即係此生無悔。真係一定要嚟睇，一定要嚟睇一次，真係靚。來格東，泰國唱麥天燈節想要參與嘅朋友實在太多啦。講真，問我嘅話，我覺得天燈節咧真係跟團係最方便輕鬆嘅。